怎拍？我袂定怎样去变化？我结局会变安怎？免惊，失败的阮无算啥。 清水少年兄，真歹去理想的脚网去步一步行。原本别人怎样看我就是打拼做好人看。我的心头痛，向前行，创造好名声。原本头前风雨偌大，我一定打拼做好人看。不管山会放，海会大，我会行。 原本别人怎样看我就是打拼做好人看。我的心头痛，向前行，创造好名声。原本头前风雨偌大，我一定打拼做好人看。不管山会放，海会大，我会行日程，唱我的歌。 这首歌大家一起会唱，大家一起唱。火车渐渐地去行，再会我的故乡甲亲情，亲爱的父母，再会吧。双手接我。 斗阵的朋友，故事人。我要来去台北打拼，听人讲啥物好康的拢伫遐。朋友笑我是爱做眠梦的梦境。 如何路是家己行？采花姐，再会吧。啥物拢不惊。再会吧。 谢谢两位，也谢谢我们的表演者，谢谢。我发现哦，这融合了所有我们的一些民俗的文化在里面，三太子搭旗，然后我觉得比绕境还要精彩耶！哎，怎么会想到有这样子的一个组合？因为觉得我们这个台湾很多的文化，我们一定要把它传承下去。而且呢，爱我所有观众朋友的了解，所以呢，我的带来的是这个龙腾电音三太子。那我的呢是异想台湾剧团，他们非常厉害，是官将手。所以歌曲好像自己也有在重新调整、重新编曲过。老师非常用心。这是文件哦，太高的收在，对不？金曲歌王徐富凯。谢谢。哎，文件拍谁？我比较清楚。说比天后。都感觉很确定，我很愿意，我谢谢彩华姐。对，真的哈，我觉得哦，彩华姐出现的地方，我觉得就感觉到很怎么样，受到保佑。波比啊，对，你看我这今天很用心哎，哎，真的耶，很多巧思哎。真的，我们看正前面给大家看一下。哎，真的耶，大家有没有来一点掌声啊？还有这边，哎，刚才
美凤姐出来的时候，掌声很大，大家说哇，好美哦，好美可是你们看到彩华本人，有没有觉得超美的？不要吧，好，感恩好，感谢您慈悲，抱一下。没有，不是慈悲，真的彩华，我觉得真的哦，你哦是越来越美。谢谢。真的，我觉得就是那种善良的心，然后我觉得你把福气带给大家，自己也得到了很多正面的福气。是，我感觉人生哈，每一天拢爱过得真快乐。为了虽然讲咱会当就是讲，应该说虽然会遇到一些负能量，但是我们要往正能量的方向去走，对，对吧？人生本来就是会等着一寡一个考验嘛，但是咱过得好，爱得想活开，人生你得感觉每一天拢是快乐。对，其实我们台湾人的精神就是这样子，遇到了困难，我们都不会低头，对也不会放弃，而且咱要简单就空，足胖命，足坚持的，没错，而且足勇敢的。对。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精神是永远会传承下去的。但是呢，傅凯其实我觉得很棒哎，就是我觉得他在创作当中也融入了很多他自己的一些心境，然后今天其实带来的歌曲也是不断的把很多的曲目呢重新编曲带给大家。比如说像今天呢，我们有这个邓宇贤，他也是我们这个创作民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所以呢，我听说。不管是《望春风》啊，或者一些好听的一些歌曲，傅凯呢，其实自己今天也特别从这民谣当中选到了一首，我想，可以说是他自己最喜欢的一首，然后想要呈现给大家，是不是？是，今天呢选了一首，我觉得这一首歌比较少人听到过，但是呢这首歌非常的好听，叫做《想要大港调》。哦，有没有为什么特别选这首歌呢？其实大家都知道邓老师呢，其实非常多的作品。那因为当时呢，我会听到这一首歌，是因为台湾的桃园女儿凤飞飞小姐也有翻唱这一首歌。是，所以今天想要重新的诠释呈现给大家。想要大港调。我是会听不？有没有想听？你后面的人都尖叫声不断了啦，两万人都在现场，所以现在我们先谢谢彩华，同时我们一起来听许富凯的歌，掌声欢迎！欢迎许富凯，谢谢。
天非常的开心来到了桃园，参加我们的国庆晚会，然后祝我们台湾生日快乐，然后也谢谢我的粉丝今天到场来给我加油，谢谢。也谢谢我们现场所有的长官，还有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给我们支持打气，谢谢。接下来呢，我要唱这一首歌呢，祝福我们未来台湾越来越好，带来这一首《就好》送给大家，谢谢。离开已经遐多年，拢无你的消息。你敢有找到你的春天？花开已经过时，不通搁再等你。阮亲像花开的花蕊，青春已经褪了色，也无人来同情。若爱你，哪通怨恨你？就予你平平安安、舒舒康康，顺着你的心。爱你的人踮身边照顾你，就予我平平静静一人踮在秋雨的窗边。若是寂寞的心会当，不是你。现场，你们的手机的那个手电筒可以打开一下吗？再多一点，再多一点，好美哦！谢谢你们对台湾的祝福，谢谢。花开已经过时，不通搁再等你。阮亲像花开的花蕊，青春已经褪了色，也无人来同情。若爱你，哪通怨恨你？就予你平平安安、舒舒康康，顺着你的心。爱你的人踮身边照顾你，就予我平平静静一人踮在秋雨的窗边。若是寂寞的心会当，不是你，就予你平平安安、舒舒康康，顺着你的心。爱你的人踮身边照顾你，就予我平平静静一人踮在秋雨的窗边。若是寂寞的心会当，不是你。谢谢大家，祝台湾生日快乐！谢谢，谢谢我们粉丝，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许富凯，再次掌声，谢谢他带来这么动听的歌曲。